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51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用2句话来做开头。第一句8、9不离10，第二句7、8、9、10。哪会安呢？是安怎共字无共音？小张这我知，这介简单。10是文音，10是白话音，无唔对，完全正确。但是咱即马要来问一个更较要紧的问题：文白音之间到底有一个规则，有一个理路可循无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咱今日就要来甲讲清楚、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咱先来看教育部的记录，10甲10这2个音，确实就是文白音之差。咱即马先来讨论韵母的部分，其实就是伊甲啊这2个韵母在互相转运。这嘛是咱今日要来讨论的重点。说落来，咱就来讲声母到底是安怎会无同款。咱来看小张这张表，这2个声母就是之甲思，这2个声母会使互相替换。咱即马翻头转来讨论文白音，文音的声母就是思，白话音的声母就是之，双手合10，这个10就是文音，8、9不离10，这个10嘛是文音。7、8、9、10，这个10就是白话音。相信各位看到呾，拢有法度认同，文白音之间确实有一个理路可循。白话音绝对不是你想要读什么音就读什么音，无这个代志啦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伫中国文册内底的记录，就爱读作七，这个七就是文音，白话音就爱读作擦。有啥物证据？咱来看汉典安怎记录。确实会使读作七，嘛会使读作擦，尤其是伫下门，这2个音拢有在使用。搁一摆证明，伊甲啊会使互相转运。这个擦的白话音安怎使用？有擦就是用这字擦，儒家士擦嘛是用这字擦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七。咱来看公文内底安怎记录，七甲雪是同义连词。伫近代中文内底有另外一个写法，擦拭，这是普通话。七是文音，白话音就爱读作擦。伫普通话内底，若是要讲刷油漆，伫咱闽南语内底就爱讲擦油擦。有真侪人拢甲写作安尼，但是小张认为这是无正确的，无应该安怎写？小张认为正字就应该爱写作安尼。用这字擦，到底有妥当还是无妥当？小张甲你讲，绝对妥当，因为这2字就是同义连词，做你甲写免惊，因为公文互你考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伫中国文册内底的记录，用知、识、切，文音就爱读作接，白话音就爱读作食。这个字是安怎会使读作食？小张来解说互各位听。伊甲啊会使互相替换。这本来就是咱这集的主题，在这个所在，小张要再补充2个重点。第一，入声字较低促，这个尾音在收的时阵爱真沙咧，拢总有这4种的收音方式。这4种拄好拢无出声，阁会使互相替换。第二，伊甲有，若毋是当作韵母来使用的时阵，会使讲是来母音、去母状。咱只要把握这2个重点，咱就会使来解说。这个白话音到底是安怎来的？第一步，咱就甲伊转运做啊，搁说落来，咱就甲加一个来母音去母状的伊，白话音就是读作这，音就是安尼来的。说落来，咱来讲几字较简单的字。这个字伫文册内底的记录，就爱读作月，这个月就是文音。根据伊甲啊会使互相转运的原理，这个字的白话音就会使读作月。加月就是用这字月，这个字伫文册内底的记录，就爱读作月，月就是文音。伊甲啊互相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啊。这个啊安怎用法？看来看去，也是小张讲的较有道理，就是用这字啊。这个字伫文册内底的记录，同款爱读作月，月转运了后，同款爱读作啊。这个啊安怎用法？小张即马就来举例说明。牛肉面已经卖完啊，无
咱来去食肉丸，就是用这字鸭。这个字大家拢知，文音读作白，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霸。这个字无需要解说，大家拢知。搁一摆证明，伊甲鸭确实会使互相转韵。小张，这个伊甲鸭互相转韵的字，伫每一个声调内底，拢嘛有袂少字。你毋着每一个声调经规字来讲，安尼正经才有够充分。无需要，小张今日就是要来针对入声字，无要紧，做一摆就来甲讲超过40字。有影无影，遮厉害！有影无影，看落就知嘛。阁是迄句话，真金不怕火炼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书灭也，将土将血一声。咱今仔看到这句话，就知影讲这个字嘛是一个形声字。咱即马来看汉典安怎记录，目甲灭这两个音拢有记录到。阁一摆证明，伊甲鸭会使互相转韵。这个形声字的特色，小张伫顶一集内底已经捌介绍过啊。韵母的部分拢是固定的，但是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中国韵册内底的记录，就爱读作节，所以这个节就是文音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会使读作节。目节就是这个用法。这个字阁有第二个白话音，会使读作擦。这个字的声母哪会对字变作词？咱即马搁来看小张这张表，字甲词这两个声母确实会使互换。小张早就已经写遍啊。字甲词这两个声母互换了后，咱就会使得到另外一个白话音，读作擦。着擦头就是用这字擦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十夜单颂语，将手食声。伫中国韵册内底的记录，用字食切音，就爱读作节。转韵了后，就会使读作早。这字早安怎用法？咱来看这字十安怎解说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大夜，伫公韵内底写守夜、念夜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出门在外，现金随身带咧较安全。这字早就是这个用法。这字早有一个古早字。写作安尼，绝处也，将手大声，这个字嘛有可能读作早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提供给大家做参考。咱继续来讲一寡较简单的字。这个字伫中国韵册内底的记录，就爱读作切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车。这字车安怎用法？小张即马来读一段文字，互各位来约一位三国时期的大人物，身中9尺。脸中2尺，面如重枣，敦若刀枝，丹凤眼，五参白，相貌堂堂，威风凛凛。安尼约会出来无？若是阁约袂出来，小张阁予你一个线索：身骑赤兔马，对啦，就是关公关老爷啦。这字赤就是这个用法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错也，将人直声。所以文音就爱读作直，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达。安怎用法？假达就是用这字达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，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激，激斗就是用这字激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角。老张啊，要去人请，迄领角衫毋着摕出来穿，迄领较好看。这字角就是这个用法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文音读作力。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力，力头真饱，就是用这字力。搁一摆证明，伊甲鸭会使互相转韵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。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食也，将血止声。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节。转韵了后，会产生两个白话音。第一个音会使读作节，第二个音会使读作杂。先来讲这字杂安怎用法？胸坎啊杂杂，无爽快，就是用这字杂。有啥物证据？古早的医册就是用这字杂。另外这字杂，咱先按下，先来讲另外一字新的，才做伙讨论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饭杂也，张口一声，
所以这个字的文音就是读作益，转韵了后就爱读作恶。这个字有另外一个解说，又不能识，听起来就足艰苦、足郁卒的。咱即摆翻头回来讲这个字，有另外一个白话音，咱拄则也未讨论到，读作杂。这字杂，若是甲这字恶斗做伙，就会使写作安尼，音就读作恶杂。压力伤大，无法度排解，忧心忡忡，咱就会使用这两字读作恶杂。伫说文解字内底，这两字就是正港的共义连词。讲完恶杂，咱即马就来讲一字共意思的字。这个字伫古文内底的记录，就爱读作识，转韵了后就爱读作杀。这字杀安怎用法？咱来举例说明。伫普通话内底，若是讲比赛，伫咱闽南语内底就爱倒装，读作杀片。这字杀就是这个用法。咱即马过来看小张这张表，诗甲托这两个声母嘛会使互相替换。声母替换的结果，咱就会使得到另外一个白话音，读作踢。这字踢安怎用法？踢车就是用这字踢。咱继续来讲一寡较简单的字。这个字伫韵册内底的记录，文音就爱读作踢，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踢。这字踢安怎用法？囡仔人伫困的时阵，真够踢被，就是用这字踢。搁刷落来，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读玉也，将读一声，所以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节，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杂。读一杂一杂，就是用这字杂。咱搁来讲新的字，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山如洞者，将山密声，所以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密，转韵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密。鸡卵密密冒芳，就是用这字密。这个字搁有另外一个白话音，读作麻。小张甲林志玲真会下，两个人斗甲麻，就是用这字麻。麻算算嘛是用这字麻。麻算算的算，若是有人会晓写的，则麻烦指点一下，感谢。这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无为也，将心别声，离别的别。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撇，甲小张讲过的同款。形声字的韵母拢是固定的，声母较有弹性，较有变化。这个字的白话音转韵了后，就爱读作拍。周楚甲刘备在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时阵，伊就甲刘备讲：“你就是我上可怕的敌人。”这字拍就是这个用法。小张即马要来分享笑话，互各位听。这个人拢自称是专家，是国宝。伊讲这个字就爱读作捌，敢有这个道理？咱来看说文解字安怎写：上也，一月低也，将言，什么声？这个字咱袂晓读，咱来甲查看卖咧。这个字就是读作节，将言节声，这字节就是声符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这个字，伫韵册内底有记录，这个字就爱读作识。是毋是甲小张讲的同款？形声字的韵母拢是固定的，但是声母较有变化，较有弹性。这字识要安怎有法度读作捌？但博士有解说互你听无？当然嘛是无，因为伊根本就袂晓嘛。即马换小张来讲我家己的论述。咱即马先对这个物件开始讨论起，这就是识别症。识甲别这两个字就是共义连词。知识的识安怎读嘛无可能会使读作捌。好理解在天无绝人之路，咱也阁有另外一个字会使用。这个字就是分别的别，标准的读音就爱读作别。这个字有可能读作捌无？咱继续甲看落。咱即马来看汉典安怎记录。小张的腔口甲下门较同款，拢读作别。这个字有无同款的读音，有无同款的用法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。若是去我拄到林志玲，我就会甲问：为何你去嫁别人？这个时阵就爱读作捌。囡仔已经愈来愈大汉啊，是非曲折有法度分别啊。伫这个所在就会使读作别，嘛会使读作别。既然是非曲折已经有法度分别啊，表示这个囡仔已经捌事、捌道理、捌人啊。这个所在就爱读作捌。这个声母哪会对波变作无？咱即马来看小张这张表，
报甲即个录音的无，本来就是会使互换。小张早就已经写遍啊。声母互换了后，即个字的白话音就会使读作捌。捌事、捌道理、捌人，是毋是甲识事、识道理、识人意思完全一模一样？所以讲，即字捌才是正字。咱来讲即集的上尾仔一字，即个字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军杀大夫或刺，刺伫上夜，将刀将刺，刺一声。即个字有两个声调，虚刺的刺就是第三调。另外一个声调就是入声，伫公文内底有记录，即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切，转文了后就爱读作擦，去互虚刺擦掉，就是用即字擦。日头真擦目，嘛会使用即字擦。咱来讲结论：第一，即集咱讨论到伊甲啊互相转文的现象，别个声调拢无讨论，咱干那专门讨论入声字，安尼毋才有精彩。第二，文读音甲白话音之间一定有理路可循。小张讲的拢是常用字，拢是上好的证据。第三，有一寡人甲白话音拖咧黑白乱讲，佫拢无理由。啊，有另外一派的人讲，就爱用甲骨文甲经文来解白话音，但是有真侪字参甲骨文甲经文都无，嘛是有文白音之差。所以这个人拢是一派胡言。第四，咱即马佫来补充一寡伊甲啊互相转文的字，这20几字咱已经讨论甲真清楚、真详细啊。伫这个所在，还佫有10几字咱袂赴讲，因为时间有限。咱即马就来讲第5点，小张一再用的拢是同款的理路、同款的方法、同款的标准来找音、来找字。到今为止，已经讨论超过395字的白话音啊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